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锡进老师。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对全球的资本市场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这个美股创5年来最惨跌幅。当地时间4月3号，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了全面征收关税的计划，增加了爆发全球贸易战的风险。美国股市单日收盘暴跌，三大股指均刷新近5年来最大单日跌幅记录，纳指跌超1000点，跌幅5.97%，创2020年3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标普500指数跌4.84%，道指跌超1600点，跌幅3.98%，均为2020年6月以来就是口罩型事件，比那个时候还厉害，最大单日跌幅。不过特朗普很有意思啊，当地时间4月3号，这个面对美国股市一天蒸发2.4万亿美元，创最大跌幅，而特朗普对媒体说，这个美国股市暴跌符合预期，他还把美国经济形容成一个病人，说正在接受治疗，现在治疗的效果还很好，病治好以后马上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壮。当然这个病根还是拜登落下的，这永远不要忘记拜登，一切责任在拜登。面对美股暴跌，面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胡锡进老师居然手舞足蹈，幸灾乐祸。他是这么说的啊，他好久没谈这个胡适了。胡锡进老师昨天发了个微博，他说：哈哈，中国今天的股市可没跌那么多，我本人也没减仓。你看，说明他仓位还是很重的，好像很多人也是。我不知道胡锡进老师说好像很多人也是，也就是很多人都像他一样没有减仓。我不太懂，股市就是这样，你不减仓，别人怎么买呢？筹码就那么多，对吧？不是你拿着就是他拿着，筹码没有空挂的时候。也就是说，既然每天有那么多交易，那么多人在买，那是谁在卖？卖的人就在减仓。所以胡锡进老师炒股2年基本上没有什么长进。当然胡锡进可以说我没有减仓，这没毛病，但是后面这一句说的就是有问题。他说好像很多人也没减仓，这个纯粹是脱裤子放屁。胡锡进说这回他没说老胡了，他用了我，你看就说明他已经有点得意忘形。我说了，特朗普搅乱世界，别国多少都会有点震荡，但美国的震荡一定是最大的，因为它是各国震荡的总和。时间会教训特朗普和他的草台班子的。中国沉着挺住团结。胡锡进老师这个时候了啊，他不忘记打气，在嘲笑美国、嘲笑特朗普之余，还要再加油打气。看到美国资本市场这个暴跌，胡锡进老师是发自肺腑的开心。胡锡进老师这个时候甚至在想，如果美国的房子也暴跌才好呢，那他的老朋友司马南那叫屋漏偏逢连夜雨，刚交了巨额罚款，结果在美国的小房子又贬值一半，日子怎么过啊？这是对他的老朋友司马南要赶尽杀绝。但是胡锡进老师说啊，胡适没怎么跌，那这2天啊，外围资本市场都在跌，下周一复盘就是开盘，胡适能够创造奇迹吗？能够免俗吗？胡适可一贯跟跌不跟涨，所以下周一胡适会不会补跌？这可不好说啊，因为全球资本市场都在跌啊。你看，意大利富时指数跌超 5%， 西班牙指数跌超 4.2%， 德国指数跌超 2.5%， 法国指数跌超 2%， 英国富时指数跌近 2%。 那亚洲就更不用说了啊，日韩、越南昨天都熔断。所以说啊，下周一胡适开盘恐怕就要暴跌，金融消费者可要坐稳了。你看啊，咱们这个反应也很坚决。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啊，对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加征 34% 的关税。2025年4月2日说，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对等关税，美方做法不符合国际贸易规则，严重损害中方的正当合法权益，是典型的单边霸凌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税法等等法律法规啊，经国务院批准，2025年4月10日12时01分起，你看也是跟特朗普是一样的，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不是对美国商品，是对于原产在美国的商品，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 34% 的关税。你看，也就是对等报复。怎么说？恐怕还有其他的国家或者经济体会宣布对等报复。我想对美国的农产品、水产品，美国的什么牛肉打击非常大。所以在这个贸易战的背景下，我们的胡适还想走牛是吗？这个要打个大大的问号。有很多专家说啊，胡适连赌场都不如。有人说胡适就是一个骗局。今天啊，我看央视有一个报道，有很多人在网上传，有4个人卖鞋做鞋生意，卖鞋亏损后灵机一动，
改成卖保健品，这回不仅没赔钱，反而还赚了10个亿。但是这4个人全部锒铛入狱，这是怎么回事呢？说老人参加领鸡蛋活动，花光半年养老金，在某保健酒推销现场，推销者称喝了这种酒可以治疗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推销现场就有不少老人掏钱购买。那么这种所谓的特效保健酒真的能治病吗？大家看视频。我们拿回去，该喝的喝，该外用的一定外用。刚才我说了，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疾病，从头到脚，从内到外，除非你不喝，只要你老人家喝了，那绝对会非常的好，好不好？不管你是多少年的风湿病也好，多少年的糖尿病也好，多少年的这个心脏病也好，肠胃病也好，前列腺也好，通通给我喝起来。听了刚才那位的慷慨激昂的演讲，不知道您是什么样的感受？因为刚才您看到的其实是一段保健酒的推销现场。推销者说啊，喝了这种酒可以治疗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而且在推销的现场有不少老人掏钱购买。那么这种所谓的特效保健酒真的能够治百病吗？购买者又为什么对这种宣传深信不疑呢？画面上，这个正在卖力推销的是犯罪团伙所谓的市场运营总监。在他极具感染力的吹嘘和鼓动下，现场上百名老人随着他疯狂鼓掌，大声喝彩。家住湖北宜昌的陈大爷和老伴儿当时就在现场。陈大爷常年受风湿病折磨，听人说保健酒有特效后，他和老伴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去了。工作人员啊通知我们参加活动，楼梯以后呢，就是画鸡蛋、画面条，请的这个厂家的这个什么这个老总啊，就说是吹的这个酒啊，蛮神，这可以治各种各样的病，风湿啊、内风湿啊，它都治。在活动现场，陈大爷刚开始还有点将信将疑，但很快一些自称是喝过保健酒的老人也现身说法。阿姨，你平时是不是血糖比较高？我平时血糖几十年了，一般都是空腹都是8点几、8、9点。几十年了，空腹都是8点几。想我来查查我的血糖看看，我一查就是6.0。对，掌声祝贺一下我们的景阿姨。听完这些老人的经历，陈大爷彻底动心了。这时，运营总监趁机提出，现场购买这种保健酒，价格优惠将近1半。此时，老人们纷纷掏出手机扫码下单。原先买的500块钱瓶，那每一瓶的少出200块钱，我就买了3件，5400。就在陈大爷买了保健酒后没多久，他的老伴儿在推销人员的鼓动下，又购买了1万多元的保健酒及其他保健品。7000呢，还有那个叫牛初乳，牛初乳找了6000多。他说是治心脏病，我有心脏病噻，要其他那个牛初乳才起得好，那我都买了。陈大爷1个月的养老金3000多元，那么花费半年养老金购买的保健品是否有疗效呢？钱花了很多，但这个病呢还是搞不好，搞不好呢，最后脑袋呢还是要到医院里去。没得作用噻，没得作用，我都有些都没吃了，都丢了。陈大爷说，像他们这样被所谓的特效保健品欺骗的老人不在少数，他身边还有人被掏空了10多万元的养老金。在越来越多的受害人报案之后啊，这个专门以老年人为目标销售虚假保健品的犯罪团伙就进入到了公安部的视线当中。在公安部的指挥之下，2022年7月起，湖北宜昌警方奔赴全国多地，将这个团伙的300多名涉案人员全部抓捕归案。该团伙诈骗推销的伎俩和话术也被一一揭开。该犯罪团伙成员通常采取实地会销的方式吸引老年人加入。所谓会销，就是以送鸡蛋、米面等福利礼品为名，诱惑老年人参加的聚会，其目的就是向老年人推销各类保健品。很多受害老人一开始参加会销都是奔着福利去的，而一旦进入会销现场，就落进了犯罪嫌疑人设计的诈骗剧本里。在会销现场，这些所谓的厂家领导、养生专家用团伙
事先统一编排的话术，对老年人开展有针对性的洗脑，明示或者暗示他们推销的产品不仅具有保健作用，甚至对某些疾病还有治疗功效，诱使老年人购买他们推销的产品。洗脑是整个诈骗链条的重要环节，而很多老年人之所以被洗脑，原因之一就是被总监、养生专家这样的身份所蒙蔽。殊不知，台上这些能说会道、派头十足的人，都是经过犯罪团伙专业培训的。不仅头衔是假的，他们宣讲的内容也是按既定话术来的。价格是899，规格500毫升，但是目前为止只有一个城市的药店可以买得到，哪里呢？北京。为了让这套戏码更逼真，犯罪团伙还会通过现场假试验，雇佣一些老人当托说疗效。等气氛铺垫到位之后，他们就会利用低价策略营造抢购假象，引诱老人们冲动消费。那么，这种号称包治百病的特效保健酒究竟是什么来头呢？经过我们调查，这款酒是这个团伙向厂家定制一款普通的酒，根本没有他们所吹嘘的这些功能，而且其进货价格每瓶在10几元至20几元不等，但经过他们的包装之后，最后销售到老年人手中，每瓶竟高达280元左右，中间的价格差额在10倍以上。根据公安机关侦查，这起虚假保健品案件当中被骗的老人高达3万多人，涉案金额超10亿元，不仅给老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家庭和睦，甚至是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性质十分恶劣。检察机关经依法审查，决定以诈骗罪对团伙的骨干成员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审查发现，2018年7月，宋某、于某、黄某、李某4人合伙成立某鞋业公司，主要销售老人鞋，但因经营不善，逐渐出现了亏损。4人合计后决定继续瞄准老年人钱袋子，抓住他们渴求健康的心理。从2019年11月起，转向利润更高的保健品市场。为达目的，宋某等人招募群众演员，拍摄宣传视频、照片，设计剧本化、套路化的销售模式和话术，并招聘讲师，统一开展培训考核。待经销商发展、积累并维护的老年人客户群体达到一定数量后，宋某等人便安排讲师冒充厂家领导、养生专家、慈善人士的身份，到经销商处进行实地会销。在会销过程中，讲师与经销商相互配合，诱使老年人以高价购买所谓的特效保健品。为依法严惩侵害老年群体犯罪，检察机关对该犯罪团伙中95名项目合伙人、项目管理人员、股东、经销商、讲师等起重要作用的人员提出实行的量刑建议。该案犯罪金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给众多老年被害人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特别是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以来，该案主犯毁灭关键证据，企图逃避打击，自始至终拒绝认罪认罚。基于以上几点，我们在提起公诉时，依法建议法院对4名案件主犯分别判处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10年不等的刑罚。2024年9月30号，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特大养老诈骗犯罪团伙的4名主犯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宋某、于某、黄某、李某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10年不等的刑罚，并各处罚金300万元至35万元不等。截至目前，该案中已有100多名被告人被法院判处相应刑罚，其余人员正在进一步审理中。检察官提醒，近年来呢，针对老年人的各类养生骗局是层出不穷啊。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抓住了老人们的所谓的名医专家的信任和渴望健康养生的心理需求，以送福利或者是免费的养生课引流，通过所谓专家或者是权威机构的背书，虚构食品或者是保健品的功效，从而来骗取老年人的钱财。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广大的老年朋友，提高警惕，切莫相信保健品能够包治百病的谎言。如果发现了上当受骗，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这个警方还到现场取证，很多视频都是警方取证拍下来的。家住湖北宜昌的陈大爷和老伴当时就在现场。陈大爷常年受风湿病折磨，听人说保健酒有特效后，他和老伴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去了。根据警方说，一共有3万多老年人上当受骗。我在想，这么一眼假的这种骗局，这种老套的手法，为什么到现在居然还能骗到人，还有这么多人会上当？这个是我关心的。这个不是一眼假吗？你糖尿病、高血压，你通过喝的酒能喝好，关键这个酒还包治百病，什么病都能治，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上当？我觉得第一个，那就说明很多人对基础病他不了解，基础病的宣传还不到位。有的人那个糖尿病，或者有的人风湿，陈大爷不是风湿病吗？一听说这个特效药，再配合上托那老头在那说，我喝了这个酒，在床上躺了10年了，喝了这酒，我突然站起来了。现场走几步给你们看看，这种亲身体验、现身说法，让很多老年人上当。第一个，基础知识普及的不够；第二个，这种基础病治疗效果不好，因为这些老年人肯定是受这些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或者是折磨的这个痛苦不堪。这个时候他很容易就叫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抱着一个心诚则灵的这么一个态度，或者抱着一个试一试的态度，万一喝好了，我不就不用这么折磨了吗？所以说还是反映出我们现在现代医学对很多病这种治疗效果不尽如人意，解决不了。所以这么老土的这种10几年前就大行其道的这种骗局，居然可以骗这么多人，可以骗10个亿，这么多老头老太太趋之若鹜。当然了，关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老头老太太更爱占小便宜，贪小便宜。你一说发鸡蛋，他能把你门那个挤破。你一说发鸡蛋，虽然他是关节炎，他是风湿病，但是跑起来还健步如飞，急了还能跑，还能抢鸡蛋。这个骗子就是利用这种你的贪婪，你只要去领鸡蛋，实际上你已经上钩了。接下来就是看怎么骗你，拿什么剧本。总之有一个剧本一定是符合你的，所以还是贪欲啊。实际上最大的赌场、最大的骗局，恐怕就是当下这种胡适，或者说他类似很多小散户，不都是贪欲吗？以为我拿50万、100万搁里面，我一年就能赚100万，这比上班强多了。炒股是最容易的事，有手就会买进卖出赚差价，这谁不会？多简单啊！还有很多人就冲进去，你苦口婆心的劝没用，然后听一个牙都掉光了老大爷说明年要上14000点，他就当真，那不是骗局吗？拿什么上14000点？这不影响这人，他就是相信。你看和央视报道那些被骗的老太太不是一样吗？一个道理，贪欲。有很多人因为失业找不到工作，那怎么办？手上还有点赔偿金。听人说炒股还不累的，弄得不好可以一年赚3倍，一天抓2个涨停，那什么概念？所以立马把自己的离职或者裁员补偿金拿出来，再把自己的存款、家底全部放进去，一年下来折腾干净了，好了，老老实实去送外卖、开网约车，踏实了。你说这些股民，对吧？他买什么川大智胜，买东南西北中发白，买7个葫芦娃，这和骗局有啥区别？那些做庄的游资到处造谣炒概念，这个是算力。一个钢铁厂把他那个烂厂房里面放几台服务器，这叫算力股。那个印刷厂是吧？有个印刷厂以前就是印名片的，也不知道怎么上的市，完了之后他居然成了算力股，提供算力。不，这和骗局有啥区别啊？这不就是骗局吗？一个餐馆居然哪个火哪个概念火，他就是搞哪个概念。大数据火的时候它是大数据，对吧？光伏火的时候它是搞光伏，芯片火的时候它变成芯片，算力火的时候它搞算力，现在恐怕要搞人工智能了吧？你说这个和骗局有啥区别？所以骗局就在我们身边，每天我们都习以为常，已经见怪不。把那些没有任何投资基本观念、对投资不了解的，把这些人忽悠进胡适，这个就是骗局啊！何况你这里面还有那么多欺诈善事，那么多违法犯罪，监管部门罚都罚不过来，每年也不少抓人。所以说卖股票和卖保健品都一样，尤其是卖那些垃圾股和卖保健品，不都是骗人吗？买那些垃圾股以为自己在价值投资，买保健品的以为自己包治百病，不一个道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